好，这波7月2日大雨呢，互全台湾农损是超过2亿6千万，其中屏东是上界严重的。这高雄乡往来园是最贵的安尼引起，另外准备要来开花这枣仔嘛，同款互大雨甲拍下去，叶仔已经变黄。农民表示讲，这损失呢已经超过5成。其实除了这2项以外，香蕉甲柠檬嘛是同款拢有受灾。 赶紧甲有法度救的早先挽起来，其他搁再消毒除虫，会使救偌济算偌济。这是屏东高树乡的往来田，农民讲损害超过7成，即摆真正足严重。虽然前一阵仔才采收，毋过即摆连续的大水雨拢甲往来泡伫水底，剩的果子仔若是浸后去，就要搁定静啊。高树嘛，伊即摆造成全面性的阴霾，你看长拢倒了，影响到我部分差不多是7成。这青爱个几礼拜，爱个杀菌的。 哦，系啊，个尽量补救啊。拢安尼，未春风啦，这花啊拢花去啊。那往来连准备要开花大出的枣仔，叶仔嘛，互大雨拍甲翘起，有诶看起来要凹黄，有几粒搭爱准备开花，一节煞拢剩1、2个开花点。种枣仔的农民表示，这是今仔日早起较无出日头，互雨拍过的叶仔，若拍着日，马上就水冷去。较紧喷药啊，系啊，较紧用喷药消毒啊，看有补救无？差不多1半价的咯。 超过5成，5成以上的咯。蔬菜、花卉等共计有34项作物，受损面积有680公顷左右，然后损失金额在9100万左右哈。即摆7月2日大水雨重创农业，农业部统计到7时下晡，全台损失超过2.6亿。屏东上惨重，农损9197万左右，受损的农作物有34项，其中上侪是往来，损失金额1369万，第二是金蕉814万，第三名是柠檬甲蜜枣，损害金额分别是698万甲1000多万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